模范母亲真甲水水，等待着连面要上台领奖。再一次的掌声，恭喜我们的获奖人，我们的杨卢秀美女士。南区区公所感念妈妈辛劳，在母亲节进前举办模范母亲表扬活动。不过因为拄着疫情的关系，活动地点也由原本伫饭店改为伫咧区公所头前的区政广场举办。会中由南区区长肖秀华亲自颁发牌匾甲礼品，予每一位模范妈妈表达感恩之意。为了感谢妈妈们这1年来的辛苦，我们特别在今天举办了模范母亲的一个表扬活动。那今年里社区共推派了18位模范母亲，那其中我们也有1位会代表我们南区去参加市府的一个表扬。那我们今年是第2次跟静新科技合作，非常感谢静新科技提供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内容哈，包括美容。然后包括美发，还有一些相关的手工皂的一个制作哈，让妈妈除了来参加表扬活动以外，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氛围。今年的表扬活动，区公所也特别甲金星生技公司合作，就在现场教导参与民众制作手工精油皂，同时也邀请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师生为模范妈妈整理造型。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，还有我们的造型师的老师，还有我们的学生哈，一起到这边来服务我们的辛苦妈妈们。好，那我们学生呢，平常在学校的学习哈，就是以整体造型为主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也非常高兴呢，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服务我们社区的妈妈哈，也谢谢我们的市政府，还有我们的区公所。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帮妈妈好做脸啊。还是说帮她做化妆，那我们有做一些像头发的一些造型哈，那也跟华德公家一起来合作，像妈妈他们要做一些美甲彩绘，可以现场他们做漂亮。那我们今天的精油皂的主题是针对比较艺术花皂，那精油皂的部分，我们让妈妈做的是一些康乃馨或爱心钻石，让他们体验怎么做完，然后怎么这个过程做成型成膜，然后就可以带回去这样做纪念哈。看到妈妈面上欢喜的表情，也好协助看水水的华德公家学生，拢非常欢喜，会当有这次协助社会机会。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帮忙，然后也学到很多，也可以让自己的技术更加一层楼。 18位南区的模范母亲，伫家属陪伴，以上台接受表扬。每一位妈妈的背后，也有令人感动的故事。区公所感谢因对着家庭以及社会付出甲贡献，也向所有的母亲致上上悬敬意，并祝福因母亲节快乐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